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2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是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透早高雄有一个有食酒赛车前科59岁驾驶，又搁食酒赛车弄死一个60多岁骑奥多麦的查某人，搁呛警察。罢免国民党上河立委的张志伦，连得好的团体今仔送出理解的连书两个人的达成率拢超过120%。新任的教宗梁14世头一届伫主理讲道，伊呼吁世界强权唔通阁有战争，嘛认为人工智慧是未来上大的挑战。来看高雄市昨日透早有人食酒赛车弄死人，今仔透早又阁有一个食酒赛车的驾驶，伫大顺一路弄死一个骑奥多麦的妇人。高雄市第3天内就有2件啉酒赛车弄死人的意外，酒驾的防治恐惊阁有空旁。食酒赛车姓洪的查甫人，去互警察扣手铐，佮唔配合，乌被罚休。半暝啊，伊赛车来到高雄高山大顺一路甲良德路口的时阵，撞到一个骑奥多麦67岁查某人，害伊当场被喘气、无心跳，送去病院救无回来。他是上班还是下班还是要回家吗？对，下班。哦。红男呼气检测值已达每公升1.2毫克。这个查甫人酒测值比标准0.75加出真济，警方依照酒驾致死等罪嫌移送法办。这是高雄3天来第2件食酒赛车弄死人的案件。他去必须严格执法，用最重的刑责杜绝酒驾，1250班次，针对625处的场所来做路检盘查，我们动用了2555位。市警局要加强处理，民团认为市府对酒驾防治政策有空隙，应该爱跨局处讨论要安怎无破网。地方政府它必须做一个跨局处的配套，比如说他要分析酒驾好发的时间、好发的场所。当你警方在做临检的时候，有没有针对这一些好发的场所去做有效的围堵？民团建议找出专区食酒赛车高风险的场所，配合警方加强处理，才会当发挥更较大的效果。若针对造成事故的场所，嘛爱宣导防止食酒赛车。若准无改善，嘛会当考虑公开资讯，互民众了解。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昨受到风面的影响，雨势就加真大，伫台中林府桥附近发生水崩山，大多各有华人的风兵拢因为溪水涨起来，有人掉伫遐，加在是拢有救起来。伫高雄中油炼油厂的油槽那亲像单位讲结果导火，加在是无造成灾害，也毋过详细导火原因爱搁厘清。当日阵洗找消防队伫蔡楼的河水当中展开救援。台中市大渡区11透早有13位外籍移工小约到大渡圳抽水站边钓鱼啊，不过因为大雨溪水涨起来，甲一座原地当骑机车通过的便桥冲歹去，底数13个人掉伫沙洲，加在透早7点13分全部救出来。消防救索啊，互对岸受困的山友慢慢过去。花莲县丰滨乡的8日湾溪，早早也出现溪水电流，有23位爬8日湾山的登山客，掉伫溪流对岸。消防局特殊大队伫暗时5点到位，救索啊先将水甲食物送到对岸，等暗时雨势转好了后，才开始协助过溪。暗时11点全部救出来。夜间雨势稍歇后，溪水开始趋缓，然后鱼上有架设绳索系统。然后由本局人员至对岸协助民众脱困。高雄市小港区中油大拿炼油厂的一个油槽，伫11透早疑似雨雷卡着火，连伊启动破的冷却系统，外观无明显的火粉，也无人受伤受困。着火原因该调查。第30日油槽遭受到雷击啦，那不到1小时，我们把火势已经控制下来了。那大概在10点半的时候，火势就已经扑灭。
台东市和平区台北线灵府桥附近是因为发生土石流，中华便道也因为雨量超过行动管理带取消透早7点通行的帮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顶礼拜因为有2波锋面通过台湾哦，所以拜六礼拜雨是拢落袂停。也毋过今仔日时开始哦，水气就明显减少啊。气象署嘛表示讲，即礼拜哦天气会较稳定，会是热浪的天气咯。经过拜六礼拜2天淡落落的天气，拜日时总算是较稳定啊。毋过前2天的雨量确实惊人，像新竹市区因为闪大雨积水，甚至淹过骹目。桃园龟山嘛有落树，互江圳雨拍到东倒西歪。气象署表示，顶一波黄霜雨，雨水落上严重的所在是伫中部地区。雨势最大的区域在台中山区，那也连带着包括邻近的苗栗、南投以及彰化部分地区都有出现200毫米以上的降雨。锋面的云系虽然还在台湾上空，不过比较明显的对流已经移到了台湾的南方，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附近可能还是要注意有一些比较强的短延时的降雨出现。气象署表示，目前锋面已经对南边去啊。未来这礼拜，民众会使暂时把雨伞收起来放，因为水汽减少，气温嘛渐渐回升。气象署讲，虽然这礼拜温度会愈来愈悬，但是拜1、拜2中北部透早优势会感觉较凉冷，关键温差要10度，提醒民众爱注意。后半周在西半部地区，白天的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3甚至34度这样一个比较暖热的感觉哦。天气稳定，落雨变少，气温的感受嘛亲像热人。气象署提醒，虽然天气稳定，毋过拜3到拜4中南部的山区过昼嘛是会有雷公雨，有要前往山区活动的民众爱注意山顶的天气变化。记者柯炳哲台北报道。立法院3读通过宪法诉讼法，所以民进党团申请暂时处分假释宪。宪法法庭伫下晡2点开释宪案的说明会哦。今仔日北党团嘛质疑讲，宪法法庭恐惊破坏国会自主。那这一次呢，我们发现有几个程序上面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大法官启动了这一次的会议，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一群立法委员，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他们提出申请，但是他们在3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反对啊，所以他们根本就不适格，是不能够提起这样的申请的。那大法官却受理，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为了挽救柯建铭等人所提出来的宪法法庭解释的申请，根本申请人不适格的问题，竟然主动的提出了柯建铭等人所没有提出来的争点，也就是刚刚所讲的3读程序效力的问题。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上个礼拜5所提出来的补充理由状，才针对大法官所提出来的这个争点，进一步的去追打。民进党团总调郭建铭昨解释讲，宪法法庭的说明会目的是要来理清野手表决甲现场收音的问题，未去讲到实际内容甲相关的解说。这场说明会伫下晡2点开始哦。民进党团是由总调郭建铭、立委张家炳、佮吴思瑶以申请人的名义来出席发言。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佮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佮洪晓玲是以关系机关立法院的代表出席来发言。好，现在开始。再来看罢免国民党双和立委张智伦林德华团体，今仔是送出理解的连书书。张智伦是以36140分，林德华是有29470分，达成率拢超过120%。罢免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的团体，原本的林涵林提出，等下想办法要来换林涵林。调集人大意临时要求中选会，就要公布地步林涵林作业的办法。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嘛表示讲，已经在研究1个月就来提案讨论。做伙甲一箱一箱第2阶段的连书书搬入去新北市选委会，罢免国民党双和立委张智伦甲林德华的团体12做伙送行，而且公布连署的结果。张智伦这案有甲36140分，林德华这案是29474分，达成率拢超过120%。这250公斤的民意压力，65000多张的联署书，沉甸甸的传递出人民的声音。我们会以认真做事来回应，希望说人民可以在第3阶段勇敢投出不同意罢免
拒绝这样子的政治斗争哦。刘志伦甲林德豪拢表示，会持续伫地方拍拼，呼吁支持者投无同意票。不过，罢免南亚立委的部分，就一出现头一个第二阶段无成立的案例。罢免国民党新的立委齐兴营的团体，送出超过22000份的联署书。不过，去互选委会将2000多份无合格的联署书提掉了后，并无达到法定的条件。交给那个行政单位，该裁决的给他们裁决，好吗？他必须是附了同时附正本跟原本。这个都是法律明文的规定，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它的效果是不予受理。另外，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团体，因为原地代表人退出，当咧换人，也拿调集人赖以任要求中选会应该公布递补代表人作业的办法，若无就是行政台办甲消极。谁才可以是递出同意书的主体？对于同意书有没有审查的标准？这些疑问，我都希望中选会可以给予回答。我还是希望民主不容造假，而且所有的程序都要比严谨更严谨。针对这点，李进勇回应讲，因为甲选务机关内部的工作有关系，中选会已经在研究，这个月就会提案来讨论。像是嘛建议罢免团体，目前的重点应该是赶紧摕到一半以上提议人的同意书，才有法度换代表人。公视新闻台北新北报道。来自中国福建宽军的副美强以祖庙的名义来台湾示警，最近拢有去拜访各县市地方的宫庙，嘛拍算要参加白沙屯妈祖游庄的活动。外界质疑讲是宗教统战，刘议会嘛表示讲已经有接到检举。就我们的政府正式的记录啊，并没有你说的赴美宫来台申请宗教交流的申请案。那这个案子呢，我们也正在了解。他没有直接跟我联络，白沙的委员公的委员也有转述了。那我当然说，那个 OK， 既然宗教之礼我们就不会去区分。白沙屯宫田宫表示讲，副美宫即卖已经取消行程了。陆委会嘛强调讲，事前是无收到副美宫的示警交流的申请，后续查到讲有规避、审查也是虚假的申请会严格来处罚。最近有真侪宗教统战的议论，陆委会嘛强调讲会来严格审查宗教交流的案件。再来看世界卫生大会5月19特别举行了，咱国到今阁还未受到邀请。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后礼拜会带行动团去瑞士的日内瓦，甲其他国际组织来交流。嘛有民间团体会组团去参加，现场嘛来举办台湾大游行，邀请国际组织做伙来协定台湾参加 WHA。台湾联合国校长会要前进日内瓦，向全球传达台湾的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甲疾病防治上成果。面对台湾到达游玩无得到邀请参与今年 WHA，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定数。兵团讲，今年会是关键的一年。这座也特别在日内瓦车站举行健康台湾测典。美国退出之后，其实在整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更有可能就会被中国所主导。所以，既然被中国所主导，台湾未来更不太可能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是我们这一次希望可以跟大家极力的宣扬。举办那个世界公民挺台大游行，那总共有50几个国家。他们会在苏黎世跟日内瓦来声援我们台湾。民团今年也是头一摆邀请国际民间组织来共同参与游行，声援台湾。另外，这座也会拜会欧洲议会，也阁有甲乌克兰非政府组织合作计划。意外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爱重视台湾对全球健康的贡献，希望也会当有机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的合作，让资讯能够更公开的透明来因应。尤其台湾在健康照护上的表现十分的优异。卫福部也以往例组成世卫行动团前往，有个26暗出发。卫福部长邱泰源顶日表态，会半抗议半呼吁，对第9摆要进入 WHA 失败感是依顺往例，向世卫秘书处提交抗议信函，是还未有进一步回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新代表最近起真侪国泰金控的董事长蔡宏图今仔是表示讲，代表起造成寿险公司避险的费用增加，也毋过因为有准备金额，有法度来应付。今仔早起台股有新代表的汇率嘛拢起。12会期一个开盘，要是呈现压悬的走势，开盘是30.29块，早盘捌起到30.208块，起一角。不过代表起，即波从4月份就开始，这个月初2起到31.64块，初5有甲代表最近的观点30.145块，再来初6至初9拢伫咧30至31块咧起落。市场烦恼讲，代表会价即个起遮凶，寿险公司避险敢会适合咧？避险方面的费用当然会增加。国泰人寿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净值比8%，RBC 还有300% 以上。避险是我们每个月都要做的事情，这个费用也是在波动。我们有一个准备金可以做一个会计上的处理，大概这个范围内，我们到目前为止应该都大家还处理的还可以。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指出，过去10几年来，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是伫27块半至33块，这届嘛无超过。伊认为讲台币起是一时的，中长期来看无问题。台币起到遮凶，毋但冲击到受产业，包括半导体甲收益纯美金的 IP 产业，嘛会受牵连。因为科技厂报价销拢是以美金为主，这嘛互伫要举行的鸿海发说会获利的表现引起关注。拜一的金融市场早盘有起，台股大盘徛起哩21000点，捌起超过200点。台积电嘛小可有起，上悬有到962块。因为美国商务部伫启动半导体晶片甲设备进口调查了后，已经有收到各大厂的回应。有业者评估，这礼拜可能会有报告会出来，上近6月底实施晶片关税。卖进美国的晶片才有需要去美国生产，但是如果是卖到其他地方的晶片，跟美国没有关系，当然就还可以留在台湾来生产。台积电美国厂整体的成本确实是增加的，那台积电的因应方式也确实就是用涨价来因应。根据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估算，关税增加1%，起晶圆厂的成本就会增加0.64%。晶片价销若起1块的美金，半导体小卖价销就会加悬3块的美金。这敢是会加速半导体产业链刷去美国，对科技业来讲也有变数。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美国商务部主办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11伫美国举行，计共是有138间的台湾厂商参加哦。除了经济部长郭智辉、行政院秘书长金明兴嘛带团去参加，望各当对台美的贸易关系谈判有帮助。这场由美国商务部所举办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美国东部时间10日伫咧马里兰州进行。单方由行政院秘书长姜明兴带团参加，这边总共有138间台湾的厂商参加，共在这边是会议内面规模上大的访问团。伫咧美国作出对等关系政策，台美的对等关系谈判正伫咧谈的时阵，这场会议也正侪世界各国展现因对美国投资的决心。姜明兴表示，南方这么正伫咧盘点对美国投资金额的目标金额。希望会当伫台美对等关系谈判时阵，南方手来较有牌。这2年来，台美之间的贸易快速的增加，投资也快速的增加。不过我在这边也要同时的呼吁，台湾跟美国政府双方共同把台美之间合作可能的机会，把它真正的落实跟实现下来。伫咧南方办的开幕酒会，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处长凯洛格。还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言拢有参加发言。咱的经济部长郭智辉也到美国参加会议。经济部将在美国成立投资贸易中心，为有意来美投资的台商提供资讯及促进产业技术的合作。另外，也将与州政府合作，推动成立科技园区，提供优良生产环境，以吸引台商进驻。这边台湾代表团参加的产业包括半导体、人工智慧、化工、生机、航太加金融等产业。AIT 是伫咧撒量子科技加无人机等产业，协助台湾的厂商加美国洽谈合作。第4天的会议结束了，郭智辉将会去德州参加台湾半导体公司全球晶圆的新厂落成典礼。公司国际记者彭祖锤，美国华府采访报道。
再来看全球关心的中美贸易谈判，11日瑞士的日内瓦结束了。2天的谈判，中美双方拢强调讲有建设性、有重大的进展哦。美国是表示讲，双方将对缩减美国贸易赤字有达成协议。中国嘛表示讲，会来启动新的对话机制，今仔就会来公布会谈的细节。和美国高层代表结束2天的关门会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伫瑞士日内瓦的记者会强调，这个甲美国的贸易谈判得到实质的进展甲重要的共识。会谈氛围呢是坦诚的、深入的、具有建设性的，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何立峰强调讲，透过这个会谈，北京甲华府已经同意建立中美经贸的参详机制。双方会赶紧讲好细节，并且伫10日公布会谈的联合声明。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的李尚光表示，声明会带来对世界有利的好消息。何立峰肯定讲，这个会谈是中美透过对话甲协商解决分歧，踏出重要的一步。不过，再强调讲，北京对贸易战的一直以来的立场，也就是中方不愿意打贸易战，因为贸易战没有赢家。但是如果美方执意把贸易战强加于我们，为了维护我自身利益，中方也绝不惧怕，一定会奉陪到底。11日时，美方谈判的代表也伫日内瓦强调讲，谈判是有建设性，川普掌握谈判的进度，而且会谈也对减少美国1.2兆美金的全球商品损失有帮助，解决川普宣布的经济紧急状态。And he is fully informed of what is going on. So we're confident that the deal we struck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will help us to work toward resolving that national emergency. 车载含11的关门会谈是美国川普政府对中国扣145%的高关税，北京回敬美国商品125%的关税了后，中美高层的官员头一届面对面接触。全球2大经济体的贸易战，那引发金融市场的惊吓，也冲击到全球经济发展。中美的谈判得到进展，美国的3大机会指数也一个一个冲起来。美金变强势，原油的机会也起价。国际新闻竟顽强变弱。美国总统川普明仔载要去中东访问，传出讲哈马斯要甲最后一个活的人质美国的公民亚历山大放出来，将对停火协议来提出善意。另外，有风声讲川普伫行程中会来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另外，卡达会送伊一台客机来正式互伊做空军1号使用。最后一位由原我哋的美国公民人质亚历山大，也是哈马斯用来当作达成停火协议的一部分，并且允准人道救援进入加沙。加沙河以色列已经封锁70天啊。经过一位消息人士的讲法，哈马斯安尼做是为着伫川普访问中东到位进前表达善意。不过，甲亚历山大做伙绑票的以色列人质奈坦赞高克却无传出好消息，伊阿母度过一个伤心的母亲节。שניהם במנהרה חשוכה אחת בלי עוד חטופים. מתן אהוב שלי. ראש הממשלה החליט להקריב אותך יחד עם עוד חטופים. להשאיר אתכם מאחור. 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表示，真欢喜宣布这项消息。亚历山大当去伊的亲人身躯边团圆。不过，哈马斯在伊暗时发出的声明，并无讲到当时要放人质。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发声明表示，已经对美国方面知影放亚历山大的消息，希望这有机会会当促成更较侪人质的谈判。川普要伫13拜二展开中东访问行程，并且出席伫沙特阿拉伯举行的美国波斯湾国家高峰会。不过，川普并无要去以色列。根据无签名的波斯湾地区外交消息人士向美国新闻网 The Media Line 表示讲，川普要宣布美国承认巴勒斯坦国，推动建立一个无包含哈马斯的巴勒斯坦国家，并且强调，若真正安尼，会是改变中东权力平衡的重大宣示，也可能吸引更较侪国家加入以色列甲阿联佮巴林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另外，根据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讲，川普政府拍算接受卡达王室送的一只波音747。及 B 型的真大只的喷射机，
当作是总统座机的空军1号，并且伫卸任了后继续使用。这个消息由美国广播公司 ABC 先公开，这可能是美国政府历来收过上贵的礼物。美国的宪法新修条款是禁止政府官员收来自任何国王、亲王也是外国的礼物。不过，川普计划卸任了后，把契机移交予伊的总统图书馆来审批相关的法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上紧会伫15拜四伫托尼基谈判。罗西亚的总统普廷伫11的时阵提出建议，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讲，那普廷想要谈，大家就来托尼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伫日美国总统川普公开要求伊立即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直接谈判建议了，已经传好要见面。Я буду в цей четвер, 15 травня, в Туреччині. І очікую на Путіна в Туреччині особисто. І сподіваюся, що Путін цього разу не шукатиме причин, чому він щось не може. Ми готові говорити, щоб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伫過去48點鐘久來，俄羅斯甲烏克蘭的局勢發展正戲劇性，先是歐洲4國的領導人甲澤倫斯基決定要求俄羅斯12日開始無條件停火30天，若無會大規模制裁。不過普廷卻提出，自從2022年入侵以來，雙方第一遍直接談判。Мы настроены на серьез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краиной. Их смысл в том, чтобы устранить первопричины конфликта, выйти на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прочного мира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Не исключаем, что в ходе эт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удастся договориться и о каких-то новых перемириях, о новом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огня. 不過普廷敢會親自參加也唔知，伊甲澤倫斯基自從2019年12月開始，從八國見過面，而且兩個人攏無暗看對對方的不滿。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政治幕僚厄夏科夫甲記者講，談判才會考慮到已經互人放佇咧邊仔去的2022年協議草案，一個俄羅斯掌控烏克蘭要甲1/5領土的事實，意思就是講，支付愛同意永遠中立來換取安全保障，接受烏克蘭大範圍的領土由俄羅斯控制。不過烏克蘭講，若同意這份草案，等於是投降。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新任的教宗良14世11頭一屆伫聖伯多祿廣場禮拜講道，伊表示講，伊會傳承教宗幫這個的環境甲改革，伊嘛有世界強權唔通閣有戰爭。佇接近初期主教的時，伊嘛講到講，人工智慧是咱面對上嚴重的挑戰。伫窗仔門邊向信徒下手致意，新任教宗良14世第一遍離開梵蒂岡，到車停差不多1點鐘，也是已經過身的前教宗方濟各佇羅馬聖母大殿長眠的所在。對真濟信徒來講，這場突然間的訪問，真正是上天予因的禮物。Ero già dentro la chiesa, è stata una sorpresa, ci siamo trovati col Papa, cioè è stata un'emozione grandissima, fortissima, ho ancora il cuore che mi batte perché insomma quando mi ricapita di trovarmi faccia a faccia col Papa, proprio bello. 真濟天主教會第一位美國籍的教宗，大家攏是要更加了解教宗良14世。伊最近接見司機主教講到未來環境時陣講，人工智慧是人類即馬拄到的上重大問題之一。伊會經良14世做名號，就是要向19世紀末的教宗良13世致敬。伊當陣發出新書通告，應對迄當陣第一遍重大工業革命背景下社會問題，就跟那即馬 AI 也是一項挑戰。Per rispondere a un'altra rivoluzione industriale e agli sviluppi dell'intelligenza artificiale che comportano nuove sfide per la difesa della dignità umana, della giustizia e del lavoro. 良14世做教宗了後，第一遍禮拜日向聖伯多祿廣場的靈魂講道，差不多10萬信徒在場。伊講會繼續秉持前教宗方濟各的環境加改革，希望世界強權莫閣有戰爭。Mi rivolgo anch'io ai grandi del mondo, ripetendo l'appello sempre attuale: mai più la guerra. 良14世講，80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陣，造成6000萬人死亡。即賣俄烏戰爭加加沙走廊，袂輸敢若第3遍世界大戰佇世界各地進行的時陣，伊正歡喜讓聽到印度加巴基斯坦停火的消息。公司新聞綜合報道。
台湾的高中混合法已经落档了。同志团体早起公布上新的民调，指出讲身躯边有同志亲友的比例有超过4%。也毋过将对于同婚相关的政策、社会友善度等议题支持度是比去年淡薄减少。伊呼吁政府要爱强化相关政策的推动。同志政策要推进，社会更好才能行。大声发口号，甲政府发讲，第一同志的政策都要增加推动的力头。因为为同志的团体做的调查发现讲，妇女边有同志亲戚朋友的比例也悬到43.2%。不过，这个民调显示，为社会友善度、到同性配偶生囡仔，大部分议题支持度拢比去年较低。整份的民调结果呢，都有微幅的下降的状况，但是这个微幅下降也都在刚才所提的2.98的这个误差范围内。这样，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台湾都要6年啊。不过，根据蔡宏编权大平台的调查，看到同志在老龄烧金的社会接受度无到6%，比异性恋的8%外较低。因为在生囝育囝的议题，支持2个女性以人工生殖生育后一代，嘛降低到5%7%。有民团分析，这跟政府的立场无明确有关系。今年的这个民调的数字上有一点停滞，这个议题其实政府的态度有一点暧昧不明，没有很明确的宣示。对议题支持，甲去年来比并无较悬，但倒是有更较侪家长支持囡仔伫学校学习同志教育的课程。不过，敢是当接受家己的囡仔是同志，也是真困难的议题。有大概1/3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说自己的小孩是同志，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支持跟陪伴，破除一些对同志的不理解。同志团体会在24日同性婚姻专法实施的这一天，举办同性婚姻6周年的论坛，促进社会深度的对话，让大众会当更加了解多元的性别。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诈骗集团又有新的部署。台中一个70多岁姓陈的富人人，因为朋友的介绍，加入一个香港中医学院的同性群组。背后的诈骗集团以刺性药啊领奖金，爱这富人人先付100万的税金要汇钱的时，银行员认为讲这恐惊是诈骗，赶紧去报案。近日，本分局接获通报，一名居住于西屯区的陈姓妇人，因朋友介绍加入一个自称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研究交流活动的组织，遭诈骗集团以施用中药、领高额奖金为诱因，要求其领款并缴纳税金。所幸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虽然银行的行员跟警察去考劝，也毋过这民众是认为讲这无可能是诈骗，坚持要领钱去测试上新的中药品，要摕奖金。对方是要求讲，要爱先交100万的税金就当摕到20万美金的奖金。好在在伫行员跟警察的坚持，这富人人才无互骗去。再来看部分的民众滥用桃园1999专线，今年的头一季卡来开港乌白卖通话数，就超过236点钟，互工作人员是真困扰。有人归去死头路，也毋过未来就会有黑名单，望讲会当来减少浪费公共资源。199中心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1999卫务中心电话接不煞，卫务人员无用替民众解决市场的大细项代志，是方便民众的重要管道。不过，根据统计，今年第一季无问市政业务，佮有乌白错价辣交的电话是有236.6点钟接济，占总通话点钟数1成以上，互卫务人员被卡的甚至离职。最怕接到就是一些有情绪性的、非理性的电话，这样子。有一些他会打电话进来讲他自己的故事，然后就会一直重复打。比较特别是他会喜欢挑他喜欢的话务人员去讲电话，他不喜欢的他就会。就是他可能就会想要挂掉，或者是一直打，所以他一天有可能会打到300-400通以上。市府统计分析，今年1月到3月，1999专线卡入来的有62012通，总通话点钟数是2142.7点钟。一般的民众平均一个人会讲4.5分钟的电话。不过无问市政业务，定定卡来的人有23个人，乌白错价辣交的民众有22人。45人卡的电话有236.6点钟接济，占总通话时间11%。未来当这些滥用公共资源的民众进线之后呢，我们会先让他进入语音的客服，而不是直接接入
化污中心的真人客服，以此来减低公共资源的浪费。针对一直卡黑白底也是咧拿地塞浪费公共资源的市民，立法会表示，拄到无理性的民众会先苦劝，针对超工的缴了，影响到电话业务的人，未来会研究黑名单机制，该转去语音客服来降低行政人员的作业负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药师团体不满卫生福利部中药买卖新命令，进前是校长5000个人上凯道去抗议。今仔早起应该去8点提告。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跟中医药市长所一奖2个人都离罪。今天药师工会站出来，就是要捍卫民众的用药安全，不容许卫福部部长还有施一章署长片面的可以让商人变成专业人员，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药师工会强调讲，该说令已经违反药师法，中药买卖制造拢爱有中医师也是药师驻店管理的原则。也毋过，卫生福利部是强调讲，这该说令无放宽规定，嘛无侵害到药师的专业。该看世界卫生组织伫2018年甲囡仔上买电动无在调控制来做精神疾病的一种国家卫生研究院嘛将对全台湾8000多囡仔来做调查，发现讲伫台湾有3%的囡仔有一款症头，比西方国家的1%加3倍。囡仔耍手机愈耍愈迷，就亲像伫游戏的世界中毒共款。世界卫生组织伫2018年就一定甲囡仔拍电动拍到调咧情形列做精神疾病一种。有医生指出，现在囡仔掉伫网络世界的状况，尤其比社群亚疾更加严重。对于大众来说，比较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常常都只讲网络成瘾，那实际上有被国际学界认为是一个可能有达到临床问题的，应该是这个网络游戏成瘾的部分。国卫院也针对全台8000几个儿童青少年做调查，发现台湾有3.1%的青少年有拍电动拍到调咧情形，比西方世界加出来3倍。另外，医生也提醒，伫咧网络世界通常和压力有关系，囡仔无想要面对现实，只会秘伫咧网络。医生提醒家长唔通用激动的方式来禁止，避免囡仔出现郁卒的镜头，也是无好的情绪。有一寡挫折，伊就想讲要秘伫迄个游戏的世界内底吼。这个时阵，咱若是讲突然之间吼，大家对网络这个世界中断，伊的迄个情绪会很激烈吼。医生也强调，要判断囡仔是毋是拍电动拍到调咧，毋是干那看医生偌久，重点是爱看囡仔是毋是影响到健康、校园生活、人际关系，甚至无法度和人正常来交叉。这款镜头若连续一档，就要找找医生的斗3工。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高中、大学阶段的囡仔会当透过工课内容的实习来了解未来的志向。教育部的青年发展署今年就主动要来媒合，提供超过7000个实习的机会，部分各有薪水通领，要来协助青年朋友提早来体验工课场。青年伫校园内向各企业单位咨询，大学这个阶段除了伫学校学习，也需要开始思考家己未来出社会做工课的方向。教育部青年发展署过去有各种实习计划，把参与计划同学分享，因为参加青年实习计划，互因提早确认家己的兴趣，通对人生规划有帮助，也了解伫职场要安怎和人沟通。我觉得透过这个计划，我了解到说，我其实是对实验是有兴趣，那我觉得我未来也会想要走研究，所以也因此呢，我也申请了研究所。我觉得是很多在学校课堂上学习没有真的吸收的东西，真的发现在职场上去用实习的方式去带出说，原来这是学校学过的，可是在学校当中我们不会有这么大的收获，就会觉得说，反正这是教授叫我们做的这样子。根据劳动部113年的统计，青年劳工头家找头路拄到的困难有53.3%，唔知影家己适合做啥，过来就是经验无够，占46%。为着要降低青年对未来职场的焦心，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今年头家整合中央和各县市职场体验的资源，结合公部门、公股的银行、在地企业，
今年休热继续提供超过7000个实习的机会，而且部分有薪水通领。以由关谷银行来提供他们在职场上面需要的协助、教导，还有薪水。那我们这次像地方政府这边，其实也串联大家，其实各个地方政府也跟在地的产业都有一些不同形态的提供青年朋友做见习跟实习的机会。教育部青年发展署表示，今年休热专台会有33个这场体验计划，希望透过整合中央各县市的青年实习就业体验资源，帮助少年朋友累积经验，勇敢去看卖，了解这场的多元性，进一步找到家己的定位。记者梁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今年的台北国际电脑 Computex 第5月20日开幕，辉达创办人黄玲芬会发表主题演讲。有人力银行统计讲，有超过4成的企业，预计讲未来2档到3档AI 人才需要会增加。也毋过有学者佮企业界是认为讲，目前AI 人才佮无明确定义。迎接 AI 趋势，产业界对 AI 专业领域是真需要人才。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目前企业真需要的3种类型，分别是 AI 基础结构甲运维人才、AI 自然伦理甲地理人才，还有 AI 商业甲战略人才。显示企业除了追求产能，也重视系统的稳定性、风险控管。超过4成的企业按算未来2年到3年 ，AI 人力的需求会明显增加。不过，到底要安怎定义 AI 人才？现在全世界并没有还有一致的共识，说 AI 需要什么样类别的人才。不过，我想欧盟也好，美国也好，或是我们生活部正在往这个方向来定定。不管是这个原厂这一块，还是说这边政府当然也办过，能够做一些认证。这些认证的，或是可能他透过一些什么样课程，然后他取得相当程度的一个认证，或是这个结训的一个证明，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好参考。AI 是国力升级的加速器，不过人才的供应是未符应付需求。学者讲，传统的大学大多数是无专门 AI 人才培训的课程，欠基础的训练，而且科技是一直在变化。学校已经未赴教学，所以更加重要的是在职的培训。教育上面，我们不能等到政府说我今天要成立一个 AI 学院，4年后才能成立。所以决策跟所谓的技术面跟所谓的 AI 进展面的落差，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学者表示，政府就算伫政策这边审查，不过后边会要愈小愈旺，佮需要产业界积极投入。辉达的创办人甲执行长黄玲芬传出今日上紧到台湾，后续会为2025年 Computex 的展览起稿，并且发表主题演讲，按算会阁要靠一阵 AI 的强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去年市政府首长期要转型做扣水池甲绿地，也毋过环保团体所发现讲，水利局为着要挖扣水池甲球场的树仔弄错掉。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会尽量来保留部分的树仔，嘛来确保水土保持。原本的树若风错掉了，加上落几啊天的雨，互土骹全拢是落高糜啊！伫咧大庇湖自来水源保护区的高雄高尔夫球场，土地互市府收回了后，要转型做扣水池甲绿地，但有环团发现，水利局初六开始挖扣水池的时阵，错掉真大片的树芽。森林的根系都可以大幅的减少土壤的这种充实，把这些弄掉的时候，未来其实如果暴雨的时候，其实这些水土保持可能会有山崩啦、土石流啦，或者是说更多的泥浆水会流入我们的澄清湖，其实都是有可能的。根据了解，球场土地是因为业者违法使用除草剂，造成水源污染，才会互市府收回。环团认为，市府若为着做扣水池，错掉大约3公顷的树芽，恐惊对水土保持不利。可不可以先停下来，好好的讨论以后，未来让更多公民意见，然后能够学者、环保团体加进来，把未来长成样子，透过各种会议的形式，把它呈现得更好，才持续施工，而避免了为施工而施工。环团表示无反对挖扣水池，但希望保留树芽，该挖伫球场草坡甲水池区。但高市府表示，草坡区地势较悬，无法度有效扣水。施工的时阵会用上小的面积，并保留现场胶木甲大型的树木。完工的时阵嘛会透过种树仔恢复施工区的林木，确保水土保持。公司新闻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有饲鸡业者2023年的时，按什么伫云林县的轮背来去饲鸡场，也毋过因为民众抗议，就停工了。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又搁开始的动工，有上百个民众就搁发起抗议，爱管政府要求业者就爱先停工。
有被保钓抗议上摆军林大有村民因为不满原本已经停工的街条最近复工，过程中拢无甲居民沟通，质疑行政程序有误上作业。黑箱作业甲管路迄个公所造成咱无法复工的证明，所以咱今日大家就是拢站出来反对，加20几个人，要决定咱大有村的命运。我都会吵的。居民表示，这搭街条点轮背大有川南平是业者2023年申请的，当时和村民协调2摆，拢互反对，业者同意暂停施工。不过最近拢无搁开协调会，4月份煞摕到复工同意书，民众认为安尼无合理。在110年的时候是由公所初审通过后，那经由本府依据本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于110年1月24号核发容许在案。那目前已经经过公所核发建筑执照的阶段。昨天发生抗争事件那我们希望双方可以持续的沟通有村民表示，街条边有足侪田，若互污染会造成真大损失，一定会反对到底。轮背向公所讲，因为有居民抗议，代表业者无得到地方的共识，会要求暂停施工，要继续和地方沟通协调，有共识才当复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大甲溪公民电厂开发案今仔进行理解环评的初审，环保团体是去环保署抗议，因认为讲中华这段路地质是真烂漠，时间恐惊会造成灾害。这嘛是台湾乌熊的生态地，因要求撤销开发。也毋过经济部是强调讲，这案是为着再生能源的筹备，望各界支持。反对光明电厂。反对光明电厂。提大布条伫环境部外口抗议，表达对大甲溪公民电厂开发案的质疑。因为这个开发案进行理解环评初审，环团认为中华地质脆弱，尤其距离大地动了后，影响搁较大，时间可能造成灾害，加上这可能是台湾乌熊的生态地，搁较应该撤销开发。中横都没办法修复通车，台电却要在这么地质敏感区。要炸山、开隧道，再盖一个电厂，大家觉得可以这样搞吗？921地震，在那个地方已经5级的地震，04、03地震完了以后，在这个地方也常常在地震，所以这个情形下呢，未来的这个水库的安全是非常危险的。有会的开发单位经济部强调，开发案预算大约600亿，是为了再生能源储备加利用，未新设坝体，也无影响现有的水源，设施位伫土下底，会当降低对地表生态的冲击。作为供电调节之辅助所需，除有助于提升电力调度弹性及有利系统供电稳定性外，可协助加速推动能源转型。堆置出来的大概最高的呢，可能会有到150公尺高。几乎是跟我们的101比我们110还要高啊！这样怎么去维护它的安全？这个我完全想象不出来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还是要很清楚的去说明了。环评委员是对开发案的土石堆叠方式加处置措施，认为若堆积伤过悬，在极端气候之下，可能造成土石流等问题。主席是希望开发单位各补充说明，加适可为居民的沟通情况，才会当减少居民的疑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金蕉的基金金蕉树身过去拢单调，国立中兴大海团队研究就发现讲，基金的纤维经过处理了后，是当来做泡面，也是利息建材，毋但无倒，阁有结实、阁防浪的效果。对地下每一枚，这拢是破碎烘干了后的金蕉基树身，过去互当作农业废弃物，单调了后，真有可能造成虫害，抑阁有污染。也毋过，国立中兴大学森林系经过2年的研究，发现金蕉基树身内底的纤维加入硫酸液化处理了后，会当转做新一道元醇，会当制作 PU 布泡体做绿色的建材。药甲金其实我们依照纤维的尺寸来说，有长纤维跟短纤维。那短纤维是就是最没有用的，对。那其实也可以看到它现在慢慢越来越细，到时候会呈现黑色的，会写在那边那个样子。PU 布泡体就是泡棉，传统建材大部分加添甲醛，金蕉基树身制成的 PU 布泡体，毋但天然无毒，隔热防浪的效果更较好。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台湾每一年金蕉的产量大约35万吨，99%以上内销，大约生产出100万吨的果树芯。中兴大学森林系的学者评估，若全部投入绿色建材，会当产生600万吨的新制动管醇，通应付台湾建筑产业的需求。在建材部分，我们可以用在亲子板材或者是衣柜。像亲子板材来讲的话，可以使用在天花板、一般的汽车坐垫或是沙发坐垫，然后还有其他的缓冲的材料、包装材等等。目前金蕉果树芯转化的新一段原醇，已经知影会当用伫咧建材当中的泡棉、天棚、沙拄仔，抑个有桌面。未来阁会当应用伫咧汽车椅子啊、碰椅、进出口灰材包装等材料。这项研发最近也推到绿色化学创意比赛，大专组金奖，也带来农业废弃物变建材的新观点。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阿莲国中的咖喱红仔社，最近佫摕到全国冠军咯，伊嘛已经连续10档拢是全国冠军。校长讲最近这几档社团的成员是愈来愈少，也毋过逐档囡仔拢真用心来练习，学校的老师嘛拢真认真，家己写剧本来训练学生，望讲会当来传承这个艺术文化。阿莲国中咖喱戏社后台一定囡仔徛几排，嘴若念口白，手若动红仔，若讲佮若配合红仔动作的变化，莫看这个囡仔做起来轻轻松松，这内底全功夫。今年阿莲国中的囡仔就是靠这个功夫，搁一届用原创剧本，良心得准这出戏，摕到传统舞戏类咖喱戏组国中组冠军，这也是因第10组全国冠军。最难的地方好像。我觉得是走路，因为男生走路跟女生走路不一样。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没有办法揣摩出那种流氓的语气，要去问经过阿翔老师还有团长念给我听之后，回家一直练习，才有办法揣摩出来。阿莲国中的咖喱戏社伫2013年成立，连续10年摕到全国冠军。校长讲会做这个咖喱戏社，最主要是要和传统文化有延续。虽望这几年受到少子化影响，社团的人数剩20通下，不过伊甲来指导囡仔金飞公团长拢知影，只有继续做咖喱戏的文化才袂断去。他即使不参加傀儡戏团，但是因为我们每年公演，也会让我们的学生也会认识傀儡戏这个在地文化。那将来他们不管是升学啊，还是就业，那跟外面的人在介绍阿莲的时候呢，就可以很理所当然的介绍傀儡戏就是我们阿莲的一个传统。傀儡戏剧团是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然后在我们团长薛英元的这一代，然后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我们一直很珍惜在阿莲国中这个社团，能把我们阿莲子弟的这个文化带给他们。剧团将传统文化结合教育，学校将教育融入在地特色。阿莲国中的咖喱戏社已经坚持推出10多档，全国冠军10连霸。除了是囡仔辛苦练习的回报以外，也给大家看到咖喱戏的水。记者郭嘉如、柯兆勇、高雄场报道。来看今年万国的设计周有不少台湾团队参展，内底是咱台湾的台湾文化。那小解咱台湾茶风味甲饮茶嘛找出咱台湾甲泰国茶进出口的历史，咱做伙来了解。2025年万国设计周有真侪台湾人参加展览，台湾茶文化推广者郭顺尧就是其中一位。伊伫万国开一间专门介绍台湾茶的茶馆，国家边爱发展中药房合作，设有汉方元素的茶，甲泰国人介绍台湾茶的特别风味。把它发展成一个走读的导览之旅，无论是泰国人、台湾人自己能够再次去重新回忆以前那一段台湾曾经出口很多茶叶到泰国的这段历史。台湾自日本时代开始出口茶米去泰国，到即马伫万国的老城区也是能看到台湾茶。万国的有机茶园自1890年伫咧福建开始，成立万国设销售点，二战结束了也伫台湾的大稻埕开店，即马也搁伫咧万国卖台湾茶。郭顺尧带游客伫老城区探索这段历史。越在地越国际，那我个人是非常深信，因为我觉得唯有我们先了解在地，我们才有办法去推广国际。另外，伫咧万国活耀化日落的商户内，路边挂的拢是当地居民甲泰国艺术大学学生共同创作的手工歌仔灯，也搁伫咧社区内面办看东南亚的设计师论坛，台湾7.0贵舞派甲指导教授共同规划。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ents there
to participate the design events in any other manners like organizing the exhibitions, organizing an art talks, or showing their artworks. Yeah. 桂湖派呀，这回另外一项展览，富富永续，伊伫泰国几多年啊，接触真侪东南亚的华人，因到即马一个保留老一辈的华人文化，所以邀请无同国家的艺术家，甲因的成长经验融入作品。然后我在泰国还有就是马来西亚这些年遇到这么多华人，其实我后来觉得他们也是一样嘛，他们讲的是下南洋。对我来讲，虽然是时空变换，然后空间的维度也变换，但是讲的是同一个故事的。My work, the name is Wuyayarara Chair. I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pattern woven fabric. I use the ethnomathematic concept to extract the geometric pattern, and after that, I combine again. 伫咧万国设计周加台湾地文化，一个华人的文化融入设计，也和无同文化伫咧无同的城市之间交流，和泰国人看到台湾的多元面貌。公司国际记者牛德山，泰国万国采访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票500块银票，顶面这个小棒队是红叶国小，还是南蒙国小哩？咱100块应该有换过，是毋是有换过？旧的我知影是红票，即马因换新的100块啊，伊感觉是红票，但是无听过呢。